嗰一晚，北京冰絲帶3萬幾人現場，張柏芝企喺台上，一邊喊一邊唱，唱到一半，佢突然停咗，咪放喺嘴邊，整個人不停發抖，就好似控制唔住咁。全場一開始仲以為係佢身體撐唔住，係感冒太嚴重，係喉嚨已經唱唔落去。但下一秒，張柏芝講出咗一句說話，一句令後台所有工作人員瞬間失聲嘅說話，一句令謝霆鋒睇完視頻之後句轉當場崩潰嘅說話。佢話：嗰晚你將我當成咗王菲。短短幾個字，聲音唔大，但經過麥克風轉遍整個冰絲帶，3萬多人，一瞬間全部靜晒，靜到好似連一根針跌落地下都聽得到。你可以想象嗰個畫面，呢個係張柏芝，一個被媒體追住批評咗10幾年嘅張柏芝，一個永遠喺鏡頭面前保持笑容嘅張柏芝，一個離婚之後一個人拉扯3個子女，從來唔解釋，從來唔抱怨嘅張柏芝，竟然喺自己復出之後第一場大型演唱會上，面對全國觀眾，將埋藏咗7年多嘅秘密，就好似撕開傷口一樣，血淋淋咁講咗出來。呢唔係一場普通演出，更只係一份遲到咗7年嘅控訴。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老朋友，今日我哋唔講其他，就講呢場震動整個華語娛樂圈嘅世紀演唱會，講一個被藏咗7年，最後由媽媽親口講出來嘅名字 Marcus， 亦講謝霆鋒，那個喺後台睇完直播之後句轉直接跪低，雙手抱頭，完全失控嘅男人。好，我哋將時間拉返去2026年7月嗰個晚上，北京冰絲帶國家體育館。其實嗰晚由一開始已經有啲唔對路，因為張柏芝身體狀態非常差，仲感冒，喉嚨幾乎已經沙晒。彩排嗰陣，助理一直同主辦方溝通，問可唔可以延期或者刪減幾個高音部分，但張柏芝自己唔答應。佢話呢場演唱會我等咗太耐，就算唱唔出聲，我都一定要企喺台上。呢個就係張柏芝，由18歲開始到今日，佢個性一直冇變，倔強、堅持，唔輕易認輸。但演唱會前半段，老實講，表現並唔算理想，高音位置幾次出現問題，唱到第3首歌的時候，甚至因為咳嗽，整個人彎低咗腰。台下面有人喊退票，有人噓聲，但張柏芝冇停，一首接一首唱落去，由聲如心願，唱到忘了忘不了，由粵語歌轉到國語歌，直到第7首歌嗰陣，現場氣氛開始改變。嗰首歌叫你是我的眼，原唱係蕭煌奇，而張柏芝以前亦翻唱過一個版本，據說嗰個錄音室版本係佢喺一個特別夜晚錄製，當時錄完之後，佢由錄音棚出來，雙眼已經腫晒。而嗰晚，當張柏芝唱到副歌，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簾，忘了掀開，唱到呢一句的時候，佢突然停咗，全場第一反應都以為佢唱唔落去，以為感冒太嚴重，以為聲帶已經完全撐唔住。台下面甚至有人開始起哄，有人吹口哨，但張柏芝冇落台，冇道歉，冇鞠躬，咩都冇做，佢只係企喺原地，手握住麥克風，低住頭，肩膀不斷震，10幾秒、20秒，現場由最開始嘅嘈雜慢慢變得安靜，所有人開始感覺到事情好似唔簡單。然後張柏芝慢慢抬起頭，臉上嘅妝已經化咗一半，眼紅、鼻紅，但最令人忘唔掉嘅係佢個眼神。如果你睇過嗰段視頻，你一定記得，嗰唔係委屈，唔係單純傷心，而係一種好似終於放低咗某樣東西之後做出決定嘅堅定。佢將麥克風舉到嘴邊，聲音輕到幾乎連現場擴音設備都差啲捕捉唔到，但每一個字都好似刺入所有人心裏面。佢話呢首歌本來我唔想唱，因為每一次唱我都會想起一個晚上。停頓之後，佢繼續，嗰個晚上有人將我當成咗另外一個人。嗰一刻，整個冰絲帶32000人全部擰住，後台工作人員，據後來有人透露，當時全部人互相望住，冇人敢喐，冇人敢講話，甚至連呼吸都放輕。張柏芝繼續講，佢話佢愛我，佢話佢放唔低我，但係嗰一晚佢口裏面叫嘅一直都係另外一個女人嘅名字。講到呢度，張柏芝笑咗一下，但那個笑比喊更加難受。佢話後來我一直冇告訴佢，嗰晚我知道佢認錯人，
我知道佢抱住我嗰陣，心裏面想嘅係另外一個人，但係我冇推開佢。點解？因為我都放唔低。就係呢幾句話，將10幾年前震動整個華人圈嘅三角關係重新掀開，徹底改變咗所有人過去嘅理解。因為如果張柏芝講嘅係真，咁就代表喺謝霆鋒同王菲復合之後，喺所有人祝福風飛戀，認為佢哋係世紀真愛嘅那些年裏面，謝霆鋒同張柏芝之間竟然仲發生過一次。而且嗰一晚，謝霆鋒將張柏芝認成咗王菲。呢個消息信息量大到足以重新改寫過去10年華語娛樂圈嘅情感故事，亦令所有人開始重新關注一個一直被隱藏嘅名字 Marcus。因為之後更加令人震驚嘅事情就要發生。嗰一晚之後，成個華語娛樂圈徹底炸開咗，因為所有人都喺問同一個問題：如果張柏芝講嘅全部都係真，咁 Marcus 嘅身世到底代表咗啲咩？更加令人震驚嘅係，就喺大家仲沉浸喺演唱會嗰段片裏面嘅時候，有一個細節突然被網友重新翻咗出來，就係 Marcus 出生證明上面父親嗰一欄一直都係空白，足足7年，冇名字，冇解釋，亦都冇答案。呢幾年，張柏芝面對過無數猜測，面對過無數質疑。有人問佢個仔爸爸到底係邊個，佢沉默。有人逼佢回應，點解你唔公開？佢依然選擇沉默。好多人以為佢係唔想講，但如果嗰晚演唱會上面講嘅嘢係真，咁呢份沉默可能唔係唔想講，而係根本唔知道應該點講。因為有啲真相一旦講出口，傷害嘅唔會只係一個人，而係一整段關係，係佢同謝霆鋒曾經擁有過嘅感情，係謝霆鋒同王菲之間嘅選擇，更加係一個無辜小朋友未來嘅人生。所以呢幾年，張柏芝一個人頂晒所有壓力，外界嘅猜測，媒體嘅追問，甚至一啲唔理解嘅聲音，佢全部都冇解釋。因為佢知道有啲事情一旦公開，第一個受到傷害嘅永遠都會係個小朋友，而 Marcus 就係嗰個被保護咗7年嘅孩子。好多人只係睇到佢嘅身世爭議，但大家忘記咗佢其實只係一個普通小朋友。佢需要嘅唔係熱搜裏面嘅答案，唔係網友不停討論，更加唔係成為別人故事裏面嘅主角。佢需要嘅只係一個平靜成長嘅童年。但係嗰場演唱會之後，一切都變咗，因為張柏芝選擇喺萬人面前親手打開咗隱藏多年嘅秘密，而坐喺台下嘅 Marcus 亦第一次距離呢個秘密咁近。嗰一刻，冇人知道佢心裏面真正諗緊啲咩。一個8歲嘅小朋友突然發現自己嘅故事可能比所有人想象中更加複雜。佢聽到媽媽嘅痛苦，亦聽到成年人世界裏面嘅遺憾，但佢冇喊，冇逃走，只係安靜咁坐喺度，望住台上嘅媽媽，然後做咗一個令無數人眼濕濕嘅動作。佢慢慢企起身，拎起手上嘅熒光棒，向住舞台方向輕輕拍掌，一下又一下。嗰個動作好簡單，但就令全場突然安靜，因為嗰唔係一個小朋友回應一場演出，而係用自己最簡單嘅方式告訴媽媽：我知道你好辛苦，但我仲喺度。亦正因為呢個畫面，網友關注嘅焦點開始改變，由最初討論成年人之間嘅感情糾葛，慢慢變成關注呢個8歲小朋友。好多人開始問：成年人之間嘅選擇，點解最後要由一個孩子承擔？而就在輿論不斷發酵嘅時候，另一個更加關鍵嘅問題出現：如果 Marcus 真係同謝家有關，咁呢幾年謝家到底知唔知？尤其係謝賢嗰個喺娛樂圈經歷過幾10年風浪嘅男人，真係完全唔知道嗎？所有人嘅目光開始重新集中到謝家身上，因為好多人發現呢場風波已經唔止係一段感情糾葛，而係一個孩子嘅身份，一個家族嘅選擇，以及一啲隱藏多年終於慢慢浮出水面嘅秘密。而就在所有人嘅目光重新集中喺謝家身上嘅時候，一個更加耐人尋味嘅問題出現咗：如果 Marcus 真係謝家血脈，咁點解呢7年裏面冇任何人公開承認？尤其係謝賢，一個喺香港娛樂圈打滾超過60年嘅男人，見過無數風浪，經歷過無數爭議，佢真係會完全唔知道自己有一個孫仔？呢個問題困擾住所有人。因為如果謝賢早就知道，咁佢點解一直保持沉默？點解任由張柏芝一個人面對外界所有聲音？點解任由 Marcus 背負住生苦成為呢4個字？有人覺得謝賢只係選擇低調，但亦有人認為事情可能冇咁簡單。
因為謝賢一向都唔係一個會輕易放棄主動權嘅人。過去幾十年，謝家發生過好多風波，但每一次關鍵時刻，謝賢總會用自己嘅方式控制住局面。所以當 Marcus 事件爆發之後，好多人開始重新回看謝賢過去幾年做過嘅決定，尤其係遺囑。2025年，謝賢修改遺囑嘅消息曾經引起外界關注。當時好多人都覺得佢只係為兩個孫仔 Lucas 同 Quintus 安排未來。但如果將 Marcus 呢件事放反入去睇，有人開始產生另一個疑問：會唔會謝賢其實早已經知道啲咩？會唔會佢一直都喺等一個適合嘅時機？因為一個大家族裏面最難處理嘅從來唔係錢，而係身份，係關係，係一個人應該站喺邊個位。尤其 Marcus 呢個由出生開始就背負住巨大爭議嘅孩子，如果公開太早，第一個受傷嘅一定係佢，因為當時嘅佢連保護自己嘅能力都未有，所有成年人之間嘅矛盾都會全部壓落一個小朋友身上。所以有人猜測謝賢可能一直選擇沉默，等 Marcus 長大一點，等佢可以理解發生緊嘅事，等佢有能力面對外界嘅聲音。但係真相到底係咪咁？冇人知道，因為謝賢本人一直冇公開回應。而另一邊，謝霆鋒亦一直保持沉默。演唱會事件之後，外界不斷等待佢回應，有人想知道佢會唔會承認，會唔會解釋，會唔會向張柏芝道歉。但謝霆鋒一如既往選擇咗沉默，而呢份沉默反而令更多人開始猜測，因為對於公眾人物嚟講，有時候唔回應本身就已經成為一種回應。與此同時，王菲亦一直冇公開發表任何看法。由事件開始到網上各種討論出現，再到 Marcus 成為所有人關注嘅焦點，佢都保持安靜，冇聲明，冇解釋，冇通過任何人傳話，就好似完全置身事外。但越係平靜，越令人覺得複雜，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呢件事裏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位置。張柏芝係隱藏多年秘密嘅母親，謝霆鋒係夾喺過去同現在之間嘅男人，王菲係一段感情裏面被牽連嘅另一方，謝賢係一個家族裏面掌握最大話語權嘅長輩，而 Marcus 就係所有故事裏面最無辜嘅一個人，一個8歲嘅小朋友突然成為整個娛樂圈討論嘅中心。但佢從來冇選擇過呢一切，佢只係出生，只係成長，只係想擁有一個普通童年。然而命運卻將佢推到所有人面前，而就在大家以為呢件事已經夠複雜嘅時候，更加令人震驚嘅消息出現。有圈內人士突然透露，其實謝賢可能7年前就已經知道 Marcus 嘅存在。呢句話一出，成個娛樂圈再次震動，因為如果謝賢真係7年前已經知道 Marcus 嘅存在，咁代表咩？代表由 Marcus 出生嗰一刻開始，謝家可能一直都知道呢個孩子，只不過所有人都選擇咗沉默。有人問：點解？點解一個爺爺可以眼睜睜睇住自己孫仔背負住身份不明嘅標籤？點解可以7年裏面一句話都唔講？有人認為呢可能係謝賢保護 Marcus 嘅方式，因為當年嘅情況實在太複雜。如果一開始公開，所有壓力都會集中喺一個剛出生嘅孩子身上，媒體會追，網友會猜，各方關係都會被重新撕開，而 Marcus 會成為所有矛盾嘅中心。所以謝賢選擇等一個更適合嘅時間，等一個孩子有能力面對真相嘅時候。但亦有人覺得謝賢嘅沉默背後可能有更深層嘅考慮，因為豪門裏面最複雜嘅從來唔係感情，而係利益，係責任，係家族未來嘅安排。尤其對於謝家呢種公眾關注度極高嘅家庭，每一步選擇都可能影響下一代。而 Marcus 就係呢場風暴裏面最特別嘅存在，因為佢擁有一個普通孩子沒有嘅問題，佢未來要面對自己到底是誰，自己屬於邊一個家庭，自己應該點樣理解爸爸媽媽之間嘅過去，這些問題可能要等佢長大之後先會真正明白。而與此同時，張柏芝喺演唱會之後亦開始面對巨大壓力。有人支持佢，覺得佢終於講出壓抑多年嘅心聲，亦有人質疑佢，覺得將家庭秘密公開可能會影響孩子。但無論外界點評論，有一件事大家都無法否認，張柏芝選擇講出口需要極大勇氣，因為有啲傷口藏住可能會痛一世，但打開同樣需要付出代價。而謝霆鋒亦面對人生裏面一次最大嘅考驗。過去多年，佢一直保持自己嘅形象，低調冷靜，唔回應外界爭議，
但 Marcus 事件之後，所有問題都擺咗喺佢面前，過去嘅選擇、曾經嘅感情、對家庭嘅責任，全部重新被擺上台。佢再冇辦法避開，因為呢一次唔再只係成年人之間嘅故事，而係一個孩子嘅未來。至於王菲，依然選擇沉默，但有時候沉默唔代表冇感受，可能只係一個人經歷太多之後，選擇用自己嘅方式保護自己，而謝賢就繼續保持低調，冇記者會，冇公開解釋，冇任何長篇回應。但正因為咁，外界更加想知道呢個老人家到底仲隱藏住幾多秘密。Marcus 嘅身世究竟會唔會有一個真正答案？謝家未來又會點樣面對呢個孩子？冇人知道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嗰場演唱會改變咗好多人嘅人生。張柏芝終於講出埋藏多年嘅心事。謝霆鋒第一次面對過去無法逃避嘅問題。謝家亦被推到所有人面前。而 Marcus 呢個只有8歲嘅孩子，佢用最簡單嘅方式面對咗成年人世界最複雜嘅風暴。佢冇控訴，冇責怪，冇選擇任何一邊，只係喺台下為媽媽拍咗一次掌。可能多年之後，當佢真正長大，回頭再睇返呢一晚，佢會明白，有啲秘密唔係為了傷害誰而存在，有啲沉默亦可能曾經係一種保護。而呢個故事亦許仲未真正結束，因為所有人都仲想知道 Marcus 未來會選擇點行。謝霆鋒會唔會真正承擔起一個父親嘅責任？張柏芝又會唔會終於放下過去？而謝家又會唔會迎來屬於第3代嘅新篇章？呢一切可能只有時間先會給出答案。